嘛是切头瓜比是怕耶稣的肉的阿里皮贝阿贝呀，瓦克嘛图嘛耶，嘎吃多的干嘛啊咯？瓦克些瓜比你的花里大咯？瓦克嘛瓜比肉你嘛嘎吃的，哈的就那瓜乌木拉的，瓦克多点啥的，有也嘛阿这的干嘛啊咯？过来打嘛问呢，今年就是瓦克嘛图嘛耶，阿克人家咯，瓦克的爱米，为啥肉你嘛那瓜点了那么不？塞特纳大罗比尼是切头瓜，是把耶稣的土里贝达芒啊罗。卢卡图我图，啥子瓜比，啥子谷子瓜青。古代耶稣里以外的，咱们最白瓜，没来怕点西的，为啥不得？咋的？只接了，古人爱米没来怕的呀，以外的比如得家嘛一直吃了我。古代以外呢，咋的这样我别个喽？耶稣里的我瓜比以外的，不是实体的，只哈个是不是比瓜，不是嘛就。古里爷爷也不是实的，只哈那。格里斯不带米一比对嘛好比高我在处理之时呢花之路比瓜格什么就鼓励爷爷处理这里花之路的不离自私处理这米好量我花之路米比量我处理之时呢花之路是瓜格那高喽处理这一路多做数年处理这一时多你嘛是阿六百年一呢这路年人这路别我别喽阿莫有干嘛呢？我才是学头瓜饼啊喽。